歡迎收睇解密大行動。嗱，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呢，要從1980年農曆12月21講起。再過幾日呢，就係春節。石門縣城嘅人備足晒年貨，買齊炮仗，準備過年啦。但令佢哋點都估唔到嘅係，喺距離縣城19公里外嘅夾山入邊，有幾個人正為破解一個百年謎案而努力。對於佢哋嚟講，呢一個係最後一次機會。佢哋希望嗰座已經埋藏地下300幾年嘅地下宮殿，可以同佢嘅主人一齊出現喺大家眼前。咁樣，300年前夾山嘅主人會唔會露出佢本嚟嘅面目呢？百年謎案嘅最後謎底又可唔可以解開呢？石門縣夾山寺嘅門被輕輕咁拉開，一班僧人護住靈柩從寺入邊慢慢咁行咗出嚟。呢個已經係佢哋護送嘅第48座棺木。為咗掩人耳目，佢哋只能夠咁樣做。雖然逝者只係得一位，但就係因為呢一位特殊嘅死者，佢哋需要48次出殯。他一出去就只看到不得，他官那邊的人抬的，就只看到天天刺繡。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係，為咗掩蓋死者嘅身份同靈柩嘅埋藏地點，呢啲人再都唔可以從夾山嗰度行翻出嚟。80年就在那個現在的法堂，就大悲殿的後面，當時這個挖出來的3具人骨架，頭腳都交錯在一起，而且呢有刀砍的痕跡。300幾年過咗去，當年喺石門發生嘅嗰一幕流傳至今，而且令人覺得驚奇嘅係，近幾年嚟就喺夾山寺附近嘅山林入邊，當地村民不斷咁發現一座座空墓，一個人過身竟然會留低48座墳。嗱，諗下都知呢個人如果唔係身份特殊，咁一定就係佢嘅墓葬入邊隱藏住天大嘅秘密，或者係留有珍貴嘅財寶。既然係身份咁顯赫嘅人，點解夾山寺方圓好幾十公里嘅老百姓竟然唔知道佢嘅存在呢？更加令人不解嘅係，呢一個死者留低咁多嘅墳冢，究竟係為咗掩邊個嘅耳目呢？喺不斷咁發現疑忡之後，大家都覺得有啲迷茫。真嘅下葬地點究竟喺邊呢？但就喺大家一籌莫展嘅時候，一個叫做彭澤林嘅當地村民喺夾山寺嘅一次偶然發現，為整個挖掘工作帶嚟咗希望。農曆12月21號，大雪啱啱停，上山做嘢嘅彭澤林同老婆易玉蘭喺經過夾山寺大路西坡嘅時候，佢哋發現喺前面冇幾遠嘅林地上邊出現咗一個奇怪嘅現象。喺一片雪地入邊，一塊泥土上面嘅雪好快咁融化咗，喺成片白色之中特別顯眼。經過仔細辨認，彭澤林覺得呢一塊泥土同周圍嘅土質好唔一樣，而且土質比較鬆軟，唔似係自然形成土，更加似係人為掩埋土。彭澤林諗到喺冇幾耐之前喺夾山附近發現嘅假墳，咁喺呢一度嘅地下係咪亦都埋咗一座類似嘅墳墓呢？好奇嘅彭澤林決定挖開嚟睇下。高處挖的那個墳墓的這個中間呢，是不好挖。喺挖咗大概1米之後，彭澤林覺得挖掘開始變得困難起身。鋤頭接觸到嘅係人為設置嘅保護層。彭澤林好開心，因為以前村民發現嘅甲蟲都冇發現咁堅固嘅保護層。會唔會自己揾到嘅呢一座墓有啲咩特別之處呢？喺挖開石灰層之後冇幾耐，土入邊開始慢慢咁出現咗一件佢哋從嚟未見過嘅嘢，似乎只係一個蓋。為咗避免鋤頭唔小心掂到，兩公婆掉咗鋤頭，用手將周圍嘅泥土好小心咁挖開。慢慢咁，一件特殊嘅器物逐漸露咗出嚟。
彭澤林一眼就睇出呢件器物同以往喺架床入邊發現嘅陪葬品有住一個明顯唔同嘅特點。呢度入邊係咪就收藏住300年前嘅秘密呢？嚟唔切諗咁多啦，彭澤林抱住個炭準備轉身離開，而就喺呢個時候，令佢終身難忘嘅一幕發生啦。突如其來嘅天氣突變，令從嚟都未遇到過呢種情況嘅彭澤林覺得有啲驚。消息好快通知到咗石門縣考古研究所，喺彭澤林發現壇嘅地方，大規模嘅挖掘開始啦。當時我們請教這個省考古所的、中國考古研究所的，他們都沒有發現這種葬制，道家也不是的，佛家也不是的。成個墓葬呈現出一種奇特嘅3月排列，喺一座墓葬入邊並排咗3個墓坑，而彭澤林發現壇嘅方位正正就係中間嘅墓坑，其他沒有了，因為它必盜了。又係一座被盜墓，唔願意見到嘅情況仲係發生咗。墓入邊只係剩低一個和尚嘅坐化缸、一塊石碑同先前發現嘅青花壇。呢啲零散嘅信息，可唔可以話俾考古人員知呢一座墓嘅主人究竟係邊個呢？經過辨認，左邊康符碑上邊清晰咁寫住身披北斗、頭戴3台嘅字樣，咁又可以講明乜嘢呢？北斗是心中之王，何人豈敢稱為北斗呢？憑借多年嘅經驗，龍西賓覺得呢座碑文所指嘅人物身份非同尋常。而且聯繫到自己先前從未見過嘅一墓3月嘅葬祭，龍西賓認為呢位墓主人嘅身份一定有特別之處。呢個其中仲有一個細節，亦都引起咗佢特別注意。這個他名呢，他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東。這個說明是不是這個人身是北方人，想死了之後仍然向往着北方之意呢？北方人又係北斗帝王之長。特殊嘅葬祭，龍西賓嘅腦海入邊逐漸浮現出一個人嘅形象。根據史料記載，清初年間曾經有一位叫做何林嘅縣官赴雲南任職，經過甲山寺嘅時候，發現寺入邊所陳列嘅器物都奪目生輝。於是何林就問啦：呢啲嘢係點樣得嚟嘅？寺入邊嘅和尚開始唔敢講。之後何林又見到寺入邊收藏嘅奉天玉畫像同史書上邊描述李自成嘅樣貌好相似。呢個時候啲和尚見隱瞞唔到啦，先至話俾何林知。這個和尚就跟他說：我現在師父已經死了，我實不相瞞，那就是李傳王的。喺呢段清史入邊，明確咁寫明咗，當年藏匿喺甲山寺入邊嘅就係傳說中兵敗九宮山嘅闖王李自成。但另一方面，喺唔少史料入邊，亦都同時記載咗李自成當年喺九宮山被殺，又點會出現喺甲山寺呢？要確認墓主人嘅身份，首先要確定葬祭嘅形制特點。就喺龍西賓一籌莫展嘅時候，一塊石磚被挖掘咗出嚟。而甲山這個地方啊，在地宮裏面發現的農磚雨磚，這種農磚雨磚呢，這個也是象徵着呢，這個它的權威。種種跡象似乎都喺度預示住300年前嗰場葬禮好有可能就係為李自成辦。但另外一個問題又隨之出現，墓葬嘅規模似乎唔大。如果真係一個曾經做過皇帝嘅人喺呢度落葬，咁點解墓葬會顯得咁簡單嘅呢？我認為他從明朝宮廷呢帶出大量財寶，這個是事實，並且現在有物證，就是鄰里蔣家呀，就土改的時候，解放以後啊，從他家裏抄出了不少的這個玉器。而家嘅林禮蔣家曾經喺李自成嚟之後冇幾耐，突然一夜暴富，屋企收藏咗大量嘅玉器。呢啲玉器大部分以龍為圖案，製作考究，雕刻精細，唔似係一般富貴人家可以用嘅嘢。根據史料記載，喺李自成被傳死喺九宮山之後冇幾耐，喺甲山附近嘅寺廟入邊，突然嚟咗一隊人馬。為首嘅將領削髮埋名，發號奉天玉，其餘嘅部將全部歸隱墳墓。
喺當時嘅甲山引起咗唔細嘅轟動。冇幾耐之後，喺九宮山圍剿李自成嘅稱王阿齊格被三道聲譽從親王貶為庶民，罪名就係謊報軍情邀功，放走咗李自成。一切史料都越嚟越清晰咁講明一個問題：李自成喺兵敗九宮山之後，帶兵馬逃到咗甲山，為咗防止清廷嘅追殺，佢就命令所有將領收起兵器，削髮歸隱。石門這個地方是三不管的地方，明朝管不了，清朝管不了，頭家粗管不了。隨後，相關專家對青花壇入邊嘅骨灰進行咗鑑定，確定咗死者嘅大致身份。把這些骨灰啊，這個請了專家鑑定，搞華裔鑑定的，他們都認為是這個男性，他因為骨骼很粗，啊，很大。至於闖王從京城帶出嚟嘅巨額財富，根據考古人員嘅挖掘，至今除咗林禮蔣家之外，喺常德各地仲陸續有發現，更加印證咗李自成嚟甲山歸隱嘅最終講法。各方面證據顯示，一代英雄雲棲湖南已經係事實，但係喺民間同墳葬有關嘅古仔仲未完。喺1990年嘅一個清晨，當時正喺深州貴陽縣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嘅彭德興接到咗一個電話，電話嗰邊一把好急嘅聲話俾彭德興知，一座宋代古墓被盜。為咗進一步了解墓穴以及被盜嘅情況，彭德興火速趕到咗現場。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座好普通嘅小墓葬，冇咩特殊意義。之但係就喺彭德興考察完古墓翻去縣城嘅路上，佢就意外獲得咗一個比古墓價值大100倍、1000倍嘅驚人發現。連續咁趕路之後，彭德興準備稍作休息。亦就喺呢個時候，佢突然間發現林木茂密嘅山野之間有一大片灰牆黛瓦。出於職業嘅敏感，彭德興唔知唔覺咁樣就行入咗房屋。這個村子啊，作為這個我們這個民族風格啊，它保存得很完整，清代的古風啊，很完整。咁呢度究竟係咩地方呢？點解會有咁多嘅晚清建築咁完好咁喺度保存呢？一系列嘅疑惑霎時間湧上彭德興嘅心頭，懷住強烈嘅好奇心，佢繼續喺周圍觀察。突然間，佢發現喺其中一間房屋嘅中間位置出現咗一個明顯嘅土坑痕跡，同成個廳堂地面鋪放平整嘅磚塊比較，呢個坑痕好礙眼。而比較之前所見過嘅房屋，呢間房屋嘅陳設亦都好簡單。彭德興冇辦法理解，喺視廳堂為居所重中之重嘅傳統思想之下，呢間屋嘅主人點可能容忍一個有住明顯人為挖掘痕跡嘅土坑殘留喺自己屋企廳堂嘅正中間呢？就喺彭德興絞盡腦汁亦都諗唔出所以然嘅時候，一位老人家行咗過嚟。彭德興迫不及待咁樣向老人講出咗自己嘅疑惑，而老人嘅回應就令彭德興唔止係震驚，更加係毛骨悚然。是原來的焚廳的痕跡。彭德興唔敢相信自己嘅耳仔，廳堂入邊嘅土坑竟然係墳坑。彭德興試圖進一步了解廳堂墳葬嘅信息，但呢位老人家就並冇正面回答。佢哋一路行一路傾，彭德興了解到生活喺呢度嘅人都係屬於一個何氏家族，佢哋至今保留住濃厚嘅客家習俗。於是彭德興就聯想到咗明洪武年間嘅嗰一次客家人大遷徙。喺何氏家族嘅族譜入邊，彭德興證實咗自己嘅猜想。洪武14年，家族入邊出咗一個做官嘅人，叫做何天祿，為咗收墳，途經貴陽縣陽山村。機緣巧合之下，佢發現呢度竟然有一塊風水寶地，於是佢就不惜大手筆將全家搬咗嚟呢一度。之後何氏家族一直人丁興旺，發展到而家就形成咗呢一個何姓村莊。由於地處陽山村範圍，所以何氏族人就以陽山古村
命名村莊。然而喺呢個聲勢浩大嘅何氏家族入邊，竟然會有人將墳擺喺廳嘅中間，咁樣確實令人覺得好奇怪。喺何氏祠堂門口嘅草叢入邊，彭德興發現咗一塊字跡模糊嘅石碑，隱約可以見到救英會3個大字。救英會係乜嘢意思呢？呢塊刻有碑文嘅石碑，又會唔會同廳堂入邊嘅墳葬有關呢？有一個姓劉氏的婆婆，這以前呢是重男輕女的這個社會現象是很多的了，是吧？這個劉氏婆婆呢，尤其是那些孤兒女，她就拿着就領來帶，她就把他們帶大撫養。嘅家庭悲劇。清道光年間，陽山古村入邊一個叫做何能口嘅人，由於妻子李氏生咗2個女，所以奶奶經常無事生非，不分青紅皂白，就對新抱又打又鬧。受盡委屈嘅李氏覺得好痛苦，生不如死，於是就懸梁自盡，尋求解脫。當時佢先得20歲。為咗替過咗身嘅李氏討回公道，佢嘅外家糾集咗上百人衝入陽山古村，強行要將死者葬喺廳堂中央。面對死者親屬嘅行徑，何氏宗族嘅人好嬲，於是一場聲勢浩大嘅人命官司開始啦。由於古村入邊考取功名，並且喺出邊做大官嘅人好多，所以呢場人命官司以何家嘅獲勝而告終。官司雖然係打贏咗，但係對於何家奶奶有違救英會精神、重男輕女嘅作為，何氏家族就好唔認同。由於同情李氏嘅不幸遭遇，村入邊嘅人出錢將埋喺廳堂嘅李氏遺體改葬去咗山後嘅墓地。廳堂墳葬事件無疑帶俾陽山古村好大嘅震撼。何氏家族嘅女性多數出身名門，為咗保護家族入邊自己啲女出嫁之後唔俾人蝦，村入邊就提議成立一個保護出嫁女權利同埋利益嘅組織，呢個組織叫做女兒會。而為咗見證重男輕女所造成嘅惡果，當時陽山古村嘅長輩就決定要將呢個廳堂墳葬嘅現場保留低，嚟警戒後人。廳堂墳葬嘅秘密終於水落石出，原嚟佢係舊時陽山古村為咗捍衛男女平等所保留落嚟嘅一部活教材。呢個喺男尊女卑嘅封建時代係難能可貴嘅。而事實上喺歷史上嘅陽山古村，除咗有救英會、女兒會之外，仲成立咗金階會、醫學會、保路會等6個分會組織，庇護住古村入邊